期盼。好了，你先回去吧。哟啊！明月。
没有六月，只有天上一轮明月。锦绣明月嘛，自然是找写家的喽。哎，对，我自己改过写字，对，改个写字。哎，你是？公子，说李月小姐夸你来了。你说什么？说李月小姐夸你来了？小姐，小三在上欣赏你的唐装，真是不传气息，不传气息高雅。不，这个是不是我写的？哎，小姐发明在此，何必自知谦虚？哎，小姐请，小姐请坐，小姐请坐，沏茶来，小姐请坐，请喝茶。真是多谢公子。哎呦，是姐，开始，都是公子他，公子怎么了？公子他一去得啥？快去香茶来，小姐。来，请喝茶。我杀不把我家里姐姐亲怎交代？为谁再把公事情？公子你我，你万事万事，怎么啦？此间大尊黑满黑，我到底怎么了？公子你啊，你看今日的色多好啊！锦绣明月嘛，自然是找谢家的喽。小姐，你为何是自愁嘛？我算下心推老辈，他知他成无事要传家规。小姐，小姐，你听我说。
结果天。
谢。